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星日塔羅。我哋今日嚟睇下有啲咩信息。我哋有皇后。我感覺到好豐盛嘅能量。依家嘅你哋狀態進入咗穩定。魔術師非常之有趣，我覺得呢個就係顯化嘅狀態。你哋依家係一個心想事成嘅狀態，只要你哋想，你哋就一定可以實現到想要嘅嘢。你哋嘅頻率係對齊咗，所以你哋顯化先至咁輕鬆。亦都正正因為咁樣，請你哋留意你哋自己嘅念頭同諗法，因為你哋太容易獲得想要嘅嘢，甚至我相信你哋以前亦都會有過好多嘅經歷，係令到你哋知道你哋係有顯化者嘅呢個能力。你哋唔單止係一嚿磁石，亦都係創造者。呢個能量感覺非常之好，我覺得你哋依家係喺一個能量好高嘅狀態之下。而睇到呢一條片，其實就係印證咗你哋已經踏入咗呢一個狀態。宇宙想同你哋講，你哋就係萬物嘅創造者，你哋每一個起心動念都可以影響到你哋嘅實相，你哋嘅現實世界。我相信呢一種能力會進一步被放大，喺未來呢1個月至2個月，你哋會深深地感受到魔術師同埋皇后嘅能量。你哋係注定會成功。如果你哋係有一啲，譬如你哋想應徵工作，或者係有個比賽，或者係有個目標你想去實現嘅話，我呢度見到嘅就係請你哋肯定同相信自己，因為你哋係必然會成功嘅。呢個係必然會成功嘅。我哋有戀人。喺做選擇嘅時候要小心，你哋要知道到底邊種選擇係更加符合你哋嘅頻率嘅。當你做每一次嘅選擇嘅時候，其實你都係重新將自己嘅頻率調整返去嗰個選擇嘅頻率之上。所以如果你哋可以好好了解到你哋自己目前嘅狀態，重新攞返呢一份覺察、自我覺察，你哋做起選擇上嚟會更加容易得心應手。聖杯5，或者話過往你哋覺得自己可能你哋會有猶豫自己嘅時候，並且係必須要講嘅就係你哋唔係一帆風順嘅，喺呢個追逐目標嘅過程當中，你哋都會懷疑自己有冇做錯選擇，或者話你哋可能經歷過一個經歷，就係你哋冇辦法即時獲得相應嘅回饋，以至於你哋覺得係咪自己行錯方向呢？但係呢一度宇宙想講嘅係，呢啲全部都係個過程。請相信你哋就係行緊喺一個正確嘅方向度，因為一出嚟嗰2張牌大牌就已經表明咗你哋係喺一個啱嘅頻率之上。無論你哋係想要做啲咩都好，請相信你哋依家嘅方向，你哋嘅直覺同你哋講嘅嘢。千祈唔好俾過去嘅憂愁困住咗你。你哋係喺一條啱嘅路上繼續前行嘅，同埋你哋係注定會成功嘅。無論你哋係想做啲乜嘢都好，呢2張牌嘅能量係唔會錯嘅。魔術師同埋皇后呢2張牌係預示咗你哋必然會成功嘅。外在嘅表象可以呃人，但係內在嘅能量同埋頻率係唔會呃到人嘅。而正正因為你哋係擁有呢一種嘅頻率，所以你哋先至可以創造同埋得到你哋一切想要嘅嘢。聖杯騎士，你哋喺呢一個過程當中會遇到
唔同嘅人將你拉扯去唔同嘅方向。可能本來你嘅目標好明確、堅定，就係我要做呢一樣嘢，我要做 B 呢一樣嘢，我要行去 B 呢個方向。咁但係喺行嘅過程當中，你哋可能會遇到有人向你遞出聖杯，同你講話，不如試下一齊去 A， 或者話可能 A 更加適合你。會有人或者有其他嘅事物，可能分散咗你嘅注意力，將你扯向第二個方向。呢個係一個考驗，亦都係一個誘惑。但係我見到嘅係，你哋係唔會俾呢一樣嘢分散你嘅注意力嘅。你哋可能會曾經猶豫，會唔會其實第二個方向更加適合我呢？會唔會其實我應該放棄我嘅追求呢？你哋可能會有讓步，會妥協，或者話有啲人會同你講話，你咁樣做先至叫做成熟，或者話穩重。可能其他人或者話甚至你內在嘅聲音都會同你講話，你應該更加安全慎重地去追尋你想要嘅嘢。你可能應該要有後備方案 A、B、C、D、E。但係你哋就要小心留意，到底呢一個係咪只係變成咗一種逃避？因為我哋心底隱約害怕去面對呢一個風險帶嚟，呢個冒險帶嚟嘅風險，所以我哋兩手準備。本質上佢唔係一件唔好嘅事，但係當我哋因為各種嘅考慮而拖延咗，或者話而卻步去追尋你本來想要嘅嘢，咁呢個就變成咗一種逃避。要留意嘅就係呢一啲將你拉去唔同方向嘅人同事，到底係咪變咗一種逃避，令到我哋可以暫時忘記呢個方向上嘅未知同風險。但我見到你哋最終一定會可以重回正軌，你哋最終嘅能量係會同你哋呢個心入面嘅召喚重新對齊嘅個頻率。錢幣8，請你哋繼續努力，唔好放棄，因為呢一度雖然你哋係顯化嘅大師，你哋係有呢個潛能，有呢個種子，可以將你哋想要嘅事物實現，但係唔好唔記得你哋仍然係受現實世界所限制，所以可能事情唔會如你所願咁樣咁快發展，但係佢必定最終會到嚟。佢係寫咗喺你哋嘅命運入面，你哋係必然會得到想要嘅嘢嘅。你哋想要嘅生活方式，你哋想要嘅呢個財富自由，或者話係某一啲嘅目標，喺呢一啲各種嘅拉扯同埋行咗唔同嘅分岔路之後，你哋最終都係會行返去呢一條路上面，因為呢一條路先至係真正同你哋嘅內在嘅感召一致嘅。最後一張，你哋會獲得勝利。喺呢一條路上，你哋會遇到阻礙困難，你哋會遇到對手競爭者，嗰一啲想將你喺馬上面拉落嚟嘅人，但係你哋嘅能量太強，你哋係唔會被停止嘅。你哋就好似呢一個坐咗喺呢個神秘生物上面嘅嗰個女仔一樣，你哋揮動住兩把劍，將所有想要將你拉落嚟嘅人擊退。因為呢一個唔係淨係你哋嘅 battle， 而係你哋係注定要行呢一條路，而呢一條路你以為只係可能係同你嘅路對齊，你以為只係你自己嘅人生藍本，但係其實佢喺靈魂層面上有更加重大嘅意義，係同其他嘅因果有關係嘅，同其他人嘅因果有關係嘅。咁所以呢一度打仗嘅唔係淨係你哋自己，而係宇宙就好似呢一隻神秘生物一樣，你哋係受到宇宙嘅幫助，你哋先至可以咁輕鬆咁樣擊退呢一啲對手，或者話去克服呢一啲嘅障礙。所以請相信你哋係受到幫助嘅。呢一條片就係一個好好嘅訊息，一個 confirmation。你哋係喺一條正確嘅路上前進，你哋可能會受到誘惑，
其他嘅嘢將你嘅注意力分散咗，令到你猶豫會唔會其實你應該去改變方向。但係其實呢度所有嘅牌，宇宙都想藉住依家呢一刻透過我把口去同你哋講話，你哋係註定會獲得勝利嘅，任何人都冇辦法阻擋你繼續長驅直駛，因為呢一個唔係屬於你自己一個人嘅命運，你係註定要行呢一條路，因為呢一條路係牽涉其他人嘅因果，你係幫你嘅內在嘅召喚係同宇宙更大嘅因果對齊嘅，所以請相信你哋依家做緊嘅事，繼續堅持落去，因為我見到好快你哋就會可以克服到呢一啲嘅困難，並且係獲得屬於你哋寫咗喺你哋命運入面嘅成功同埋自由。無論你哋追隨嘅係乜嘢都好，呢啲都係必然會發生嘅事，係因為你內在嘅頻率改變咗。所以過去嘅一啲小小嘅挫敗，令到你猶豫自己、懷疑自己嘅能力、懷疑自己嘅方向，呢一啲全部都會成為過去。並且宇宙都想同你哋講話，你哋唔會再係孤單一個人。特別係當你哋要面臨一啲選擇嘅時候，可能你哋會唔係好確定自己要行呢個方向，但係你哋一定會有人前嚟協助你哋，因為正如我啱啱所講，呢個唔係關乎你一個人嘅，你行緊嘅方向係有更加大嘅因果牽涉其中，所以係咯，宇宙係會將你導向成功，而且佢會派合適嘅人、合適嘅坐騎去幫助你繼續前進。好，咁啊，呢個就係呢一條片嘅信息啦。咁希望大家繼續向住你哋夢想繼續前進。請你哋肯定同埋相信自己，你哋係值得同埋係屬於成功嘅一部分。冇人可以喺你身上拎走呢一份成功同埋呢一個好運嘅，因為呢個係屬於你哋嘅。好，咁啊，歡迎大家留言，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呢條片出去，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星人塔羅。咁下次條片再見，祝願大家可以繼續發光發熱，喺自己嘅路上繼續前進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